乡亲啊，讲即摆即个房市热泼泼，中央银行是密切的注意，邀请到8间银行的话头来啉咖啡，呼吁即个银行唔通间接做起来炒房地产。厝价感真正一直在起，中央银行嘛可参照发觉市场的变化，即马跳出来要找8间银行来啉咖啡，爱银行唔通去帮助人炒房地产。他先找个银行机构说你要落实，先讲；第二说我去查你；第三个说我真是公布了。中央银行提出3项主张，包括银行信用资产就要合理分配，唔通拢留对不动产去。第二，对贷款的负担，嘛要对来借钱的人讲好清楚。最后，银行嘛要尽到企业的社会责任，让资金会当实际来投资，增加就业的机会。央行理监事会议，那是不是更具体的针对于所谓非自用住宅？我特别强调第3户以上的非自用住宅的学生信用管制、宽限期这一部分，投资客没有宽限期吧？中央银行将后来派人实地来了解银行对投资和贷款办理的状况。过出来，中央银行理监事会上，嘛可能会宣布更加有效的房地产管制措施。